若曦姑娘叫卑职你满就好。你满将军骑术精湛，奴才早有所闻。这次有劳大将军了。若曦姑娘客气。我虽然不怎么会骑马，不过也坐过马。你可以直接教我怎么骑。哎，还是卑职牵着马比较稳当。3个吉祥，13个吉祥。两位爷吉祥。免礼。学得怎么样了？只学会了坐在马上不掉下来。你先回去吧。他哪是在教我骑马，完全是在哄小孩子。哎，你可别说，小孩子可比你骑得好，是吧，四哥？要不干脆13爷你教我骑好了，反正你都答应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来的时候啊，现在已经来了。再说，皇上都已经答应了，你还能不教？四哥，他那皇阿玛压我呢，这个担子很重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这会儿得赶回去跟皇阿玛用膳，晚上吧，晚上有空教你。好，谢了。奴才告退，奴才告退。任重道远了啊！我教姑娘骑马，这不是我强项啊。玉檀云香，晚上我不在，你们打点伺候好皇上。天气热，茶要淡一点，稍微放凉。好，姐姐放心骑马去，我们自会留神。请问若曦姑娘在吗？谁啊？进来吧。小人奉贝勒爷之命，为若曦姑娘送东西来。八爷有话吗？贝勒爷说，若曦姑娘看见别人骑马，自己却不会，一定会去学，所以为若曦姑娘准备好了。真是知妹莫若姐，一定是你的姐姐请贝勒爷送来的。当然了，你姐姐真是细心，知道若曦姐姐好斗。贝勒爷还吩咐，姑娘要小心为重。知道了，帮我放下吧。跟我来。真的很细心。早了还是有好处的，躺着看星星真美啊。躺着看星星很美，你也下来看看吧。都等困了，明儿再学吧。今天晚上咱们躺着看星星。也行。四爷吉祥。免礼吧。13爷呢？太子爷把13弟叫去了，我代替他来教你。那奴才先回去了，让13爷改日再教就行。你是认为我教不了你吗？没有，这不是困了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躺下来看星星吧。奴才又不困了。上马吧。腰挺直了，手抓紧，两只手拉好，左右控制方向，拉这边，拉这边。
好了。进来，腰挺直了，手拉好，转过来，转这边。姐姐，怎么了？高高兴兴的去，精疲力尽的回来，很累吗？很累。13爷怎么不会怜香惜玉呢？今天晚上教我骑马的不是13爷，是4爷。四爷马术精湛，有他教授姐姐是姐姐的福气。在一个严师面前，一个蠢学生很容易惹怒老师的，搞不好他一个翻脸不认人，觉得你丢了他的脸面。要是有什么事情惹他不快，后果很严重。不会吧？四爷虽然严肃，也不至于那么严厉。难道姐姐学不好，四爷会对姐姐使用霹雳手段？一点都没错，我就算是人精，他也是厉害主子。算了，说不明白了。姐姐过于担心了，就算是皇上也对姐姐另眼相看，何况是四爷呢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睡了。我去给你熄灯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只要不得罪他就行了。至于骑马，绝对不能跟四爷骑。一个捉摸不透的定时炸弹放在身边，太遭罪了。